迎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你不觉得吗？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我觉得啊，怎么穿好像都不太对耶，穿太多呢，就觉得好像有点胖哎。不过现在啊，杂志上面啊说，只要准备3种单品，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哪3种单品呢？其中一个呢，就是降尾耶。你说的降尾就是围巾了，哎，这个我觉得还不错。那第2件单品是什么呢？第2件单品呢，就是你最爱的披风了，因为披风呢就是披风，下半身穿的稍微合身一点的话，既保暖，然后呢又时尚好穿搭，非常赞。对呀，披风我真的超爱的，因为呢它很保暖，而且非常好穿搭哦。那第3件单品是什么呢？第3件是我爱的皮衫，因为皮衫呢穿起来呢非常的好穿搭，而且很有时尚感哦。皮衫就是皮衣了，你看看，就是可以穿出身体曲线哦。那如果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呢，冬天围巾最好用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寒天降尾轻厚用。寒天降尾轻厚用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告诉你冬天时尚穿搭。欢迎光临。小旭，我想买一件降尾耶，因为最近天气变冷了，我超怕冷的啦。好啊，那你要试这个颜色吗？好像太暗了哈。你要不要试一下亮的？好啊。那我们去你们看看好了。好啊。小姐，我想要买亮一点的降尾耶。这里有很多颜色都可以挑。有没有保暖一点的？这里有一个披风，可以让你选。我喜欢。哎，小旭，你不是很想要买皮衫吗？你看这件皮衫很适合你耶，你要不要穿穿看？好啊。小旭，我觉得这件皮衫嘛，真的很显瘦哎，难怪杂志说啊，今年冬天每个女生都要有一件皮衫，真的好看。敏华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一集教给大家的客家话真的时尚又实用？真的超级实用的，重点是我买了好几条围巾哦。好，我们赶快帮大家来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哦。首先就是刚刚敏华说买了很多条的围巾，叫做降尾耶。降尾就是围巾了。那我很喜欢的就是披风了，披风叫做披风。披风就是披风的意思哦。那我喜欢的是皮衫。皮衫就是皮衣了。那如果呢，我们要教大家冬天围巾最好用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寒天降尾轻厚用。寒天降尾轻厚用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告诉你冬天怎么样穿不会变成厚片女孩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